做人是一门无声的修行，更是一场心灵的磨练。与其把话说得漂亮，不如把事做得踏实。人生不是用语言装点，而是用行动铺就。沉默不是无能，而是一种深藏的智慧。当你心里一清二楚，嘴上却不言不语，那是一种成熟的体现。不炫耀，不张扬，不争辩，也是一种深厚的涵养。人生在世，懂得装糊涂，才是真正的聪明。过于聪慧，反而刺伤他人，也让自己陷入困境。宁愿装作不知，也不当那个指点江山的人；宁可沈默不语，也不成为口舌之人。当你选择静默的前行，你会发现，路会越走越稳，人也会越来越清明。谦逊从来不是软弱，而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。低调做人，是对生活最深的尊重。一个人若总是把自己摆在高处，终会因目中无人而失足。内敛的人更能观察事情，洞察人心，也更容易赢得他人的尊重。真正的强者，往往不声不响地成就自我。赞美是一种力量，是心灵的赠予。当你选择说一句好话，你不仅在点亮他人的世界，也在照亮自己的心境。话语如春风，意如寒霜，轻言细语可以抚慰人心，恶言相向只会增加隔阂。选择用语言扶持别人，你的世界也会变得柔和而明亮。生活中总有无数难以启齿的时刻，有些事点到为止便好。懂得沈默，是成熟的一种表现。有时，揭开事实的真相，不过是伤口上撒盐，留一些空间给别人，也是一种善良。说破不如保留，保留不是欺瞒，而是尊重。人生不是一场比试，谁更直白，而是比谁更善良，更有分寸。世间没有完美的人，每个人都有不足与错误。看待他人，我们应当以宽容之心对待，懂得原谅别人的过错，也是在为自己铺路。指责容易，谅解却难，而真正的大智慧，便是以宽容之心度人。你给别人一条路，也为自己开辟了另一番天地。少说话，多做事，是内心丰盈者的选择。那些真正有成就的人，从不轻言放弃，也从不张扬自己。他们深知言语不能代替行动，诚恳踏实的去做每一件事，比任何言辞都来得有力。沈默不是无言，而是有内涵的表达，是让时间替你说话。学会沈默，是一种智慧。当一个人选择少言，不是因为他无话可说，而是因为他明白了话语的分量。一言不合，可能伤人心；一语道破，或许会和气。所以，静而不语，是自我修养的一部分。真正懂得生活的人，总能用沈默表达态度，用行动传递信念。闭上嘴，并不是放弃发声，而是在淬炼自己的灵魂。当你不再急于表达，就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与体悟。你会发现，很多问题不用开口，自会化解；很多误会不用解释，自会释怀。用心去生活，不靠语言标榜，用行为说话，让日子充满质感与深度。修心养德，是人生的根本。言行之间，是品格的展现。一个人若能谨言慎行，自然能赢得别人的信赖与敬重。道德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做出来的。当你把善良与诚实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，时间会为你作证，人心会为你喝彩。与其炫耀自己，不如安静努力；与其争辩是非，不如默默耕耘。真正的聪明人，不与人争高下，而是在自己的人生里走出独一无二的路。他们不需要用语言证明自己，只需用成果说明一切。人生是一场修行，每一个选择，每一次沉默，每一回退让，都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。当你学会了谦卑，学会了忍让，学会了不动声色，你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坚强，世界也会对你越来越温柔。说话的艺术在于把握分寸，做人的境界在于懂得收敛。当一个人不再急于证明什么，也不再需要用语言争夺注意，他便开始真正的活出自己。人生的智慧不在于你说了多少话，而在于你做了多少事，成就了多少人。选择沈默，不是因为退缩，而是因为坚定；选择宽容，不是因为软弱，而是因为力量。当你用心去感受世界，你会发现，最有力量的，不是声音，而是那份从容不迫的气度，那份对人心的理解与慈悲。做人，不需要太多言语，心诚则灵，行稳致远。言少，是修为；行多，是根基。以德本，以诚先，不张扬，不虚伪。平平淡淡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，人生自会开出最美的花。从容的人生，是在沈默中积蓄力量，在低调中酝酿成功。
那些看似平凡的努力，终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，成为你闪光的勋章。与其高声张扬，不如静静努力；与其处处计较，不如心怀宽容。心中有光，眼中有暖，脚下的路也会步步生花。